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起立，阿比出来祝福，讲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买福气予咱。咱来学乐来敬拜，感谢伊用这首诗歌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感谢耶稣。你会听结曲，感谢耶稣，你稳定阶段，多谢有路主的生命，有路个有路无线。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会听结曲，感谢耶稣，你稳定阶段，多谢。来，感谢耶稣，你会听结曲，感谢耶稣，你稳定阶段，大声而乐，大声而乐，主的生命。你是我一切，你是我主，大声而乐主的生命，大声而乐主的生命，而乐个而乐无线，你是我一切，你是我主。感谢耶稣，予咱过新的一年，旧的代志拢要过去，伫耶稣基督内底，拢要变成做新。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上主安尼讲，唔通只有话记过去，唔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惊唔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我要认我的罪恶，为着我的罪忧愤。上主啊，唔通放杀我，我的上帝啊，唔通离开我远远。主，我的救主啊，紧来救我。咱用主的话来宣告，用主的话来感谢。这位上帝吼，伫新的一年是要为着你来做新的事，伊要互无变做有，要伫你的旷野开道路，伫你的沙漠好亲像无茫的中间来开江河，伊是享受风风雨稳定的主哦。所以咱甲遐个无好的放伫2021年吼，用着新的讲主啊，你要伫我的新的一年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咱嘛爱排除遐个窒碍啊。有啥物会影响咱甲上帝中间的遮个窒碍做生气无就是讲无毋茫迄款的心吼，咱求上帝来赦免甲遐个窒碍除掉，安尼就通啊啦吼。咱开声来祈祷，咱求上帝来说为稳定高野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为着咱来开江河互阮伫咱的读经祈祷的中间。咱会通靠着主所享受，咱会开咱伫遮来领受上帝话。
利路亚，阿罗感谢你，主啊，你是做新书，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你是阮的沙漠险过中间来开工的上帝。感谢你，阮伫过去有的一年，主你安怎看顾阮？虽然有艰难困苦，总是你有愿陪伴阮度过迄个艰苦的一年。但愿主你伫新的一年帮助阮伫旷野开道路。你的恩典满满，伫阮所行路径拢有得地，愿主你来收恩所帮助阮。享受阮活命气息的主上帝，阮感谢罗你，你的恩典是教也阮用。伫过去一年，虽然阮有拄着做这的困境，总是阮知影，伫阮的困境中间，你保守阮，互阮会通领受你的恩典，甲阮三甲同在。主啊，面对新的一年，唔知影安怎行的道路，主你得甲引带阮，帮助阮，互阮行伫拢有你有得地的稳定路径。愿主你来说，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啊，你兄弟请坐。咱也为着咱的需要吼，咱的帮恳求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咱先来宣告讲：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心的快乐，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唔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好亲像甲咱较早背拢无啥共，这是新的翻译。所以面对新的道路，你是毋是讲这都毋是我过去的对吧？咱要怎调整咱家己？面对新的事，咱会通新的学习新的心智吼。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有关伫这几方面吼，咱的全人心灵。咱甲人的交汇，囡仔的课业，求主来帮助咱哦。如果你若伫这几方面伫身躯的需要、心情的需要，你会通徛起来，有同工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哦。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也是这咧伫遮咱做伙来祈祷来感谢吼。将你的灵、思想、感情意志，讲主耶稣啊，我邀请你伫我的灵、思想、感情意志来成做我的主。我无法度做主我略心无主所以主啊，你真做我的主，真做我瓦克。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邀请你做我灵的主。我的想法，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身躯，需要主你。我邀请你，甲阮一个同在。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我的好处无在你以外。主你来帮助我，哈利路亚，感谢罗你。看个人是阮所人，知影阮的心思，知影阮的意思的主。伫新的一年，阮期待伫阮的心灵，拢会通勇行灵魂体得到形式。主你知影阮所行的道路，免我安排，免我引带。阮有真好的计划，总是若无上帝你来成就，阮所做就空空着外。愿主你来帮助阮，面对新的一年，求你互阮有勇健的身躯，跑走你恩典的道路，互阮有勇壮的心思，会通伫遮常常读主你的话，你的话就引带阮行伫你应允的道路。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最后，咱要为着主伊来祈祷来守望。主的话安尼讲：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伫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免。咱这位上帝是大有权能的无所不能的哦，伊运行超过你我所求所想的。所以兄弟姊妹，伫耶稣基督
因为所有人需要讲，伊要将所有逐样属灵的福气要互你哦，所以你要安怎伫遐领受，准备好家己吼。为着咱家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咱新的一年开始要透过即个讲读、读经、读上帝的话吼作为祈祷。2020年，你有啥物款的计划？教会嘛有教会计划，但需要你我的参与，才会通伫遐来完成推动复兴的祈祷。看年头教会检查你无来，总是伫迄中间有侪兄弟姊妹，因伫透过做伙祈祷，安怎经历哦？安怎伫迄中间看起无可能的变成最有可能哦？为着第5区上个长老永成小组长甲文成长老因安怎带小组伫迄中间服侍彼此的关顾，建立家庭甲个人的这段，你甲上帝有好的沟通连接。咱开声来祈祷，我邀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起立哦，咱做伙来祈祷，为着教会，为着牧师透过传达信息，帮助你会通更加明白上帝的应允哦。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都感谢你，愿会通为着阮新的一年，甲主你有好的关系连接，帮助阮透过你的话语，会通明白。离开阮的心窍，会通明白你伫阮的生命中的计划甲应允，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伫你的面前大大来恳求祈祷，感谢你就要用祝福伫中间。哈利路亚！阮感谢罗你来到你身宝座前，建立阮甲主上帝的这段，建立阮的家庭的这段，建立阮小组的这段。会当伫遮透过祈祷恳求，感谢你就要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伫阮中间。主啊，你因为阮2-3人同心合意，无论是祈祷、做伙读圣经，你的应允就要伫遮来实现。主啊，愿恳求用祈祷、感谢、恳求来到你面前，你就要展现出你超过阮所求所想、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临到伫阮的中间。主啊，阮知影你是无所不能、全能的上帝。愿主你来说，帮助阮透过教会扩阔你的福音的讲场，也透过阮个人伫迄中间来领受，做伙来读圣经，互这个初信的慕道的会通得到利益，阮家己会通得到造就。愿上帝你来祝福，阮也要同心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爸，愿你名圣，你国临到，你旨你行，伊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意思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咱伫这个中间要欢喜快乐。主一地里无做正经代，先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因带我行信心的山道，顺境恶路。天路，咱打主一地里无做正经代，先给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因带我行信心的山道。顺境恶路，逆境恶路。
顺坦行天路，顺经无路，顺经无路，夜经无路，你安排阮当行着月月差错，顺经无路，夜经无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经无路。顺经无路，夜经无路，你安排阮当听着月月差错。顺经无路，夜经无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坦行天路，阿门，哈利路亚！让拍拍迎接咱的上帝，阿门，请坐。因为咱若要应取到上帝赏赐咱的应允的时，首先咱必须要祈祷。但是祈祷，咱袂当懒散来求，因为伫耶利米书第1章12节的记载，耶和华伫听谈咱，祈祷到伊的。关心的代志的时阵，伊就会当从丰丰富富的恩典的应允来赏赐予咱大家。那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煞？想要赶紧来靠我。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那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煞？想要赶紧来靠我，要往倒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
你是永远的渴望。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毋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往梦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毋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往梦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要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阮学了感谢你，无论伫顺境也逆境，你犹原甲阮三个同在，互阮有活命，互阮气息。虽然嘛有失去，嘛有艰苦，嘛有重担，总是你的话帮助阮会通将这个无好的放伫2021年。你的话也引带阮起来，要进入到伫应允新的一年。你要做新的事，你要为着阮来开路。你毋是放阮家己行，你是带阮行。佮用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甲路上的光来照光。你已经安排好稳定的道路，要有油得滴的路径。
等待阮准备好势来行、来做、来领。所以福气，互阮今仔日礼拜，伫新的一年头一个主日，阮耶主亲近你最要紧，也帮助阮，互阮会通靠着你所加添，互阮开来，阮会通伫遮来领受，来得到你所要应允的。听阮伫你面前，同心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三甲来吟圣诗，学到上帝圣诗441首，上帝圣神因带保护，咱要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圣神因带保护，只要回阳归我路，我也困我身的好像祝福的我就是听。树连连因传人类所存的那个体，勇敢前进，亲像树头，成为他所在坚固。救主基督我梦想，得着有天使命。虽然老树一生落魄，虽因偏有独骄傲。愿主你来稳困陪佑，我主良无有，属因用的听当热情，对基督坚定黑面。从这主在我命受属，建立眺望人心事，因为全我莫有一面小所下面稳静气。在万归那全有信心，最力测验胸天线，各修高会给天稳固，是错中救主传路。三位一的兄弟和平，真心都有目的，也让地为我的情讨，我会讨为情心调。张万修掉不问心恩，胸主天将保让在，千竿树命撒个万心，愿要走命记一心。当心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主你的圣神时常引带保护阮，
你是上最远的帮赞。你伫旷野为阮开道路，伫沙漠中为阮开江河。伫新的一年，今仔日是新的一年的头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伫过去一年中间，你对年头到年尾的保守甲带领，互我会当经过逐款的经历甲见悟。过去的一年，你互阮经历到你的同在，也充分体会到你的恩典是甲阮用的。佮互阮看见阮家己的不足甲限制，互阮伫新的一年中间继续来追求成长。当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阮求助你，搁一摆来更新阮兄弟姊妹的心思意念，互阮会通存谦卑、诚心伫主你的面前来领受圣神的感动，甲基督的教示，也互阮决意伫生活中间、甲工作中间来存基督的心做心。伫伊来听上帝，听阮家庭的大小，听厝边，听需要的人，也时时做主的感情，带人来归主。伫新的一年，阮检查会拄到新的挑战甲困境，我有确信你的确会当赐阮气力甲智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阮求你帮助阮，谦卑将家己交伫你的手中，来信靠你。伫新的一年中间，来追求你的旨意来生活，邀请主来将做阮的生命中心，通过主要所有国话，互阮伫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有新的期待，甲信心的一年。当伫新的一年，阮也恳求主你来帮助阮的教会伫2022年的事工计划甲服侍，求主你来引带，互咱的教会会当行伫主你所想事的道路顶悬。伫新的一年，阮的教会也要推动 RPG 的复兴祈祷，求主你来帮助阮，大家会当同心合意来祈祷，来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我也要为着第5区廖尚辉区长甲小组长张永成、柯文成2位小组长，阮第5区的第7组、第8组的组员甲全家出入平安，以及会当稳定来聚会。伫新的一年，会当建立家庭甲个人的这段。当伫新年的头一个主日，阮三甲主日伫你的面前，阮也要来领受主你的话语甲恩典。求主你来帮助阮，会当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生活的帮助。我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主的名，听阮祈祷。咱要参加来启应启文第57，请坐。是请坐。是伫约翰福音第15章，启文第57。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会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只是咱要请理解神长老来献诗，伊所要吟的诗是耶稣赐你平安。
难。主耶稣要做你帮助，伊要使你，伊要使你平安，对一世到永远。这世间虽有苦难，主耶稣要做你帮助。伊要使你，伊要使你平安，对一世到永远。耶稣，耶稣使你平安，耶稣使你真正平安，深深伫你心内，对一世到永远。哦，耶稣使你平安。这世间虽有苦难，主耶稣要做阮帮助，伊要使你，伊要使你平安，对一世到永远。耶稣，耶稣使你平安，耶稣使你真正平安。深深伫你心内，对一世到永远。哦，耶稣使你平安。耶稣，耶稣使你平安。耶稣使你真正平安，深深伫你心内，对一世到永远。哦，耶稣使你平安，耶稣，耶稣使你平安，耶稣使你真正平安。深深伫你心内，对一世到永远。哦，耶稣使你平安。三甲内面领受上帝话，圣经记载伫约书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大本圣经伫263面，现代台语和日本伫394面。约书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请咱同心来领受。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了后，上主对摩西的助手论的囝约书亚讲：“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当你甲所有人、所有人民，就准备好势，过约旦河，去我所要赏赐以色列人的地。照我对摩西的应允，恁的脚踏过的地，我拢要赐予恁。恁的领土。”要对南边的旷野到北边的黎巴嫩，对东边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黑人的全地直到日落迄边的地中海。你一世人，无人会当赢过你。我安怎甲摩西同在，嘛要安尼甲你同在。我一定袂离开你，嘛袂放弃你。你着勇敢壮大，因为你。要带即个人民征服我对因的祖先立誓，要赐予因的地。
你一定要勇敢壮大，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毋通偏左偏右，安尼你无论去倒位，拢会事事顺利。你着常常读即个律法的册，每日夜读夜想，互你遵行即本册所记一切的话，安尼你的路就会平坦，事事行通。我命令你，着勇敢壮大，毋通惊，毋通乱，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以上，这是咱要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尤柏宏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迎娶应允。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透过你的话，互阮知影，你要互阮的应允是偌尔啊水，偌尔啊快，偌尔啊好，帮助阮会通成做你应允的子民。你的圣神来开阮的心窍明白，阮才会通用你所想出互阮的气力。去领受，伫新的一年开始，互应允的蓝图放伫阮的心内，也帮助阮去取得你所要互阮的应允。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伫新的一年，咱比出来照讲啊，愿上帝赏赐你新的福气。伫你边仔甲伊讲一下，愿上帝赏赐你新的福气。福气伫遐，啊，你安怎去摕？哦，啊，上帝透过伊的话来帮助咱，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法度。今仔日甲咱三甲来领受啊，要安怎去得到即个应允？最近有一个作家叫做王兰芬，伊伫伊的脸书吼，伊伫 FB 又播一段的影片吼。啊，我看新闻嘛有甲报即个影片吼，林立轩即位姊妹。啊，即位主角吼是读北一女吼，啊伊目睭拢无看见。啊，所以伫迄中间，伊真爱有一本册叫做《你真特别》。伊读北一女，迄是第一志愿呢，哦，但是伊无看见，是毋是限制伊咧学习伊的动作，会跳舞。连面咱来看伊安怎跳吼。啊，伊足爱即本册叫做《你真特别》，伊感觉伊伫上帝的眼中嘛是一个真特别。哦，虽然伊目睭无看见，因兜有3个囡仔，伊甲因哥哥拢是患着迄个小眼症。所以差不多拢无看见安尼啦吼，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啊，我无看见，我要安怎去学习？要安怎甲一般的这个同伴吼同学会通做伙伫遐学习呢？检测咱的识字，讲啊，安尼我无法度。所以伫咧中间，咱有看伊讲伊的父母吼，啊，我了解伊的父母是基督徒，自细汉就用真理伫遐来甲栽培，自细汉就带伊正义到伫教会。所以，互伊知影，虽然伊真特别，甲咱无共款，但是伫上帝的眼光看，拢是相款。无因为伊的身躯、伊的目睭的限制，来限制伊的学习，限制伊头前的路。等到上帝来关一扇门，为伊来开一扇窗，互伊有一条出路。所以伫这中间，上帝互伊伫生命中有真特别的这计划。有当时我会发现哦。即个人特别我过去我有一个roommate， 就是我的室友吼，啊伊目睭无看，我若逐遍看伊咧看圣经吼，也是咧看册吼，伊甲我带做新行医生带做伙，伊拢爱安尼啊，啊然后也是用迄个点册即个吼，啊伊是迄个台中惠民盲校出来吼，啊所以。伊有真好的一个按摩的手艺，啊，我着拢煮点心互伊食，哦，啊，伊着爱甲我安怎按摩，所以我按摩的技术是对伊所学来吼，
所以伫迄中间我有看见伊真特别，伊搁读音乐系，后来听讲毕业吼，搁去考中原大学的法律系啦。哇，我讲真正上帝吼，互人伫迄个限制中间，你若无放弃，伊就会当安怎开阔你的境界，你的道路。今仔咱若对即个约书亚即个少年的咱来看已经无少年的，你知无？伫少年时，上帝来竞选约书亚成做摩西的助手吼。所以伫这个中间，伊学习对摩西几十年啊？咱算一下好无？伫旷野几十年？40年呢吼，40年吼，咱讲看嘛，看久嘛会安怎？哦。嘛会变师傅安尼对无？真正吗？真正是讲看久了做师傅安尼吗？你若无家己去做，可能无法度啦吼。所以伫遮上帝嘛有帮助伊，互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总是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讲，上帝仆人摩西死了后，哇，这声火花去啊！你会记民国64年突然讲老蒋会安怎？死去咱大部分拢经过这个年代我迄时阵拄国小国小的时阵逐个拢爱安怎？拢爱住下呢？那像家己厝中袂死安尼所以你也看一代伟人，民族救星民族的救星对无？我搁唱迄个总统讲讲安怎对无？哇！今仔日想想的，咱无共款的想法嘛。不过伫迄个时代，哇一代伟人过身要什么人要带咱安怎反攻大陆解救迄个伫最深火迄个同胞因拢足可怜的，食树根安尼对无？咱较早接受的是安尼嘛，对无哇！伫迄个时代有迄个时代背景所以你啊看全国。都为着即个救先生伫遐安怎哀哭啦甚至有人伫迄中间来修灵安尼。伫即中间，咱嘛看讲摩西过往伫迄中间嘛为着伊来安怎哀哭偌久1个月咧表示伊是迄个时代真伟大的一个领袖即摆起来上帝讲即摆换你你会带袂？若甲即个责任交伫你的手中，你会带袂？批带，我爱讲念伊当知影为什么会带好来，咱来看讲即段经文今仔日要来赢出即个应允你要安怎得到啦？第一个，你爱相信啥？上主伊的保证伊的信息是无改变的伊甲你挂保证人甲你保证，我爱讲有一天拢会无去啦。所以上帝若甲你挂保证，安怎一定有诶？阿妹吗？真正吗？上帝，你毋是讲迄个我哪会无得到方法嘛？对无？所以应允同在，伊绝对无要甲你气煞。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我甲你挂保证总是你嘛爱做咧所以你爱遵行，我将我的话互你所以今年昨开始，咱推动这读上帝话做伙读家己读做伙读做伙求所以。共读、共求，然后共行，过来咧共享上帝恩典所以4部分咱头一个就是你要读，你也知影讲好处伫什么所在。所以我若甲人要写咧面谈，我最后我一定互伊一段经文，讲《申命记》28章第1节到14节你着转去读，读的第2遍安怎？你甲改做我，我咧第3遍甲改做啥？你的名甲藏落，然后做宣告安尼只有真侪人有即款的见证所以伫遮上帝嘛甲约书亚讲啥？你着爱记伫我的话每日三思啦。你爱想伫遐来想我的话最后即段圣经有一个真要紧的重点，叫做刚强壮胆，就是你唔通惊，唔通论啦所以伫遮讲勇敢壮胆，刚强壮胆，这个是这段经文一个真要紧的重点。因为伊若无好胆，伊若安尼论的所以迄个地业、迄个土地，伊就无法度去摕。念伊咱会知影讲，为什么爱勇敢壮胆？
头一个上帝叫伊听，较早拢是第二手的资料，对无？摩西甲伊吩咐嘛，较早上帝甲摩西讲嘛，即嘛摩西无伫啊，摩西活几岁啊？哦，真正哦，祝你食120岁啊，免牙乖，佫会受厝税啊。摩西佫有牙乖啊，对毋对？吼，所以伫遮咱看摩西食120岁，啊，约书亚咧，食几岁？甲你边仔讲减伊10岁尔，所以活偌久？101岁啦，吼。约书亚活101岁，但是你知影讲，伫这个所在，伊要接领袖的时阵，伊差不多几岁？咱连面甲算看卖啊，吼！所以伫遮第一个，上帝讲摩西死啊，吼，过身啊，啊你即马着爱安怎起来哦？你着爱继承即个使命哦。啊摩西吼，无拄好安尼哭，我怎啊袂当入去？哭啥？笑头啊！叫你讲的就好啊，你着要甲哭。哦，上帝你嘛真严的对无？啊，若做助手的人伫边仔看会错袂？哇！安尼以后我若哦无小心，我嘛无法度入去安尼对无？哦，摩西安尼带甲遐好，到尾还敢若哭两个安尼，哭者无用讲的，爱用哭的安尼哦，都无法度入去安尼。啊，所以伊会带袂，可能会带啦吼。所以伫遮摩西死的代表啥？以色列中间的真大的代志啊！所以拄啊吼讲啊，以色列来，咱做伙来读来。以色列人伫摩押平原为着摩西悲伤哀哭满30日，民族的救星呢，带阮出埃及伫40年旷野，无丰富的这个餐嘛有玛纳，嘛有这个烟豚通好食。所以伫百姓的眼中啦，摩西最要紧对无？哦，所以伫遮直接对上帝领袖，然后甲因传达吼，伊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哇，遐尼伟大人物，今仔日嘛会过身去啦吼。所以伫这中间，伊爱面对的就是安怎？较早拢互人吩咐，今仔日开始安怎？你爱家己有主张、有想法，啊，佫有安怎运用权柄？无伊若定看吼，这百姓安尼摇把叉，对无？摩西强要互这百姓的喙烂淹死，哦。这过去咱若看其他的吼，这叫人出来及其，咱就知影嘛。啊，你若做助手的看了久，你会惊袂？这阵有学者讲60万，啊嘛有讲200万呢。啊，你一个人要安怎传200万？哦，咱用这人啊，200万的人数。哦，啊免怎渡过河？上帝甲讲啥？你准备好势哦，啊要行过河哦。上帝敢无别个方法嘛？敢就一定爱撩过溪？听讲嘛有迄个另外的方法，会当对南平啊，啊哪会无爱？啊上帝来讲，啊你着照我的话啊。哦，所以伫这中间，咱看顺服啊，免怎亲像摩西伫遐来征战。哦，这你若做助手的，今仔日要提升你。哦，你要互你做总经理，然后你有法度无？好，咱来看哦。伊讲你着起来啦，吼。迄个时阵，约书亚大概差几岁，恁知无？约看卖啊？啊？40岁哦，无遐少年。哦，甲美卫长老差不多，80外啊。你若看后壁经文哦，加咧讲啊，我即马几岁？我起来，我要得到迄个希伯伦85，所以因共记的，你知无？差不多啦，哦。所以这个时阵，摩西迄个约书亚大概差不多80外岁啦。啊，咱定定咧讲啦吼，人食愈老安怎？愈无当迄你讲的哦，啊，真正是安尼。所以讲啊，莫啦莫，我食老啊，老岁啊，拢定讲啊，我无法度啊，定拢有即个心态啊。但是圣经内底拄仔咧讲，伫圣经内底咧讲的另外加了就毋是安尼哦。我虽然85，但是我心强力壮啦。哦，啊来派我要摕到迄个我所要互我的应允的地哦，都无共款哦。啊，遮嘛无讲约书亚安怎，只有后壁讲加了，佫较有勇气安尼吼。
所以伊差不多甲伊共期伫迄中间哦，伊虽然哦拢徛伫第一线，伫遐咧烧战，但是即马要徛伫安怎？迄领导的中间爱用头脑咧。哦，所以足要紧的。所以伫这中间，你要安面对着未来毋捌行过的路，然后伊知影迦南地的状况无？知无？伊捌去过无？捌啊！伊捌去过啊！你拢袂记啊？40年前对无？40年前摩西派啥物人？派偌济人？12个，他们伊甲加勒是其中一个啊，敢毋是？所以伊了解迄个所在嘛。所以即马讲要起来。你就要准备好势哦，准备啥？你要安怎做一个领袖？你要准备好。所以平常时上帝透过迄个40年甲锻炼的，所以看了应该嘛差不多会啊。但是真正要互你做的时阵哦，互你锻炼，互你有机会哦。所以伫这中间面对这个真高强大汉的阿拉族，这个对敌哦，伊看过呢。遐个人报告转来讲啥？遐个人看咱亲像啥？草莓，亲像咧草莓啊，对人加工，对无？去脱去啊！所以10个人转来报告讲啥？唔爱啦，虽然真好，唔爱啦，莫去。总是只有加勒甲约书亚讲来，咱来，迄做好。伊敢若看是看到遐个好，但是今仔日伊做领导者呢？你爱想讲，伊看到爱专门看，毋是干那看遐，伊阁爱看遐阿拉族。所以上帝甲约书亚讲的头一句话就是安怎？摩西死了，阁来就换你啊，表示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咱想讲摩西，伊有训练过，伊伫40年的王宫的生活，阁有安怎学习真侪遮的材料、军事。约书亚的出身是啥物？兄弟姊妹，约书亚的出身是奴才啦。经过40年，伊前后拍拼，结果嘛是安怎？伊身份嘛是安怎？奴才出身啊，较敖的奴才啊。但是即马伫上帝眼光来看，无共款哦。你毋是奴才，你是安怎？我所要使用的一个勇壮的领袖啊。约书亚，你若有听迦南之声，约书亚名的意思是啥物哈？来考试者。上帝耶和华拯救啊！种上帝是拯救，甲新约耶稣的名是同款意思哦。所以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是拯救，就讲上帝要拯救啦。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要透过伊拯救这个百姓，要伫遐来离开旷野，进入到伫应允的所在。所以这提醒伊讲，你着爱起来，你毋通你的目睭敢若看到遐高强大汉的阿拉族人，你的目睭爱看的，毋是看到遐困难，毋是看到摩西伫遐互遮个百姓咧糟蹋的时，你起来，你着爱看讲，看我，即马我甲你对话，即马我第一个第一手的资料互你，所以你毋是安怎？接受第二手，我即马今仔对你讲哦，所以我甲你保证哦，我要甲你三合同在顶顶遮哦。所以伫迄中间，咱的目睭若看到遮个困难哦，你着安怎惊啦？你着毋敢接啊。所以我常常咧鼓励咱遮个小组长遮个同工哦，你毋通看着讲我遮也袂使，我遮也袂使哦，我无迄个才调。拄啊开始摩西嘛是安尼，敢毋是？我无迄个喙水，足侪理由。上帝讲：我甲你三同在，你咧行啥？你欠的我互你，你无喙水，恁兄哥怎个讲话？所以伫咧中间，咱看约书亚伊就起来，然后上帝伫遐讲：你着准备好势，准备家己，也准备引带遮个百姓安怎准备好势。所以后壁咱有看讲，因3日来，因准备好啊，所以因要过即个约旦河啊。要过有倒一个问题，200万的人要安怎撩过溪？迄个时阵拄好是啥物？收割的时间，收割的时间水满过两岸咧。有安怎囡仔，有遮个妇女，阁有老大人，要安怎过？这拢是一个问题啦。所以伊即马面对的就是对家己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敌人遮个问题哦。
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即马要安怎伫迄中间去面对吼。上帝甲讲哦，摩西是摩西，你是你，啊上要紧的是我甲你三甲同在吼。所以摩西已经死了后，等你甲所有人准备好势，所以要过约旦河。约书亚有一遍过红海经验，敢毋是？红海有比约旦河较大较宽无？有啊。所以上帝虽然伊捌经过啊，我是捌伫遐游泳啦，总是嘛足惊，毋敢游伤远嘞。但是你也看，伊伫迄个中间经历一遍，啊，遮新的一代的遮百姓吼，拢无安怎经过即个经验啊，对无？所以伫即中间吼，咱看见遮个旧的一代过去啊，新的一代伫旷野出世，因无即个经验，总是上帝要借着约书亚拯救因，互因搁一遍无共款的即个经验，好来。所以伊就讲哦，今仔日一个重点就讲，你着勇敢壮大，勇敢壮大。除了上帝话你来接受，过来咱来看讲，伊要安怎伫遐来进前吼。所以大声哦，你若要征战，你着要要求啊。所以这路边伫15灾中间，路边迦得加玛拿西即个半支派吼，路边人一个支派，迦得即一个支派，然后咧。玛拿西哦，一个支派，即约瑟的囡仔吼，所以伫这半支派中间2个支派半，要求啥？来，咱来看即段经文啦吼，有较细啦吼，咱来读看卖来。恁的某囡仔甲恁的先生，拢通住伫约旦河东，摩西分配互恁的地。毋过，恁中间所有强猛的勇士，拢着带军去，做恁同胞的先锋过河，甲因做伙作战，直到上主互恁的同胞甲恁相款，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因安稳徛起的地，迄时恁才通倒来恁所得到做产业的地。就是上主的仆人摩西分配，互恁伫约旦河东边的地。你有看到啥物无？因已经有分到约旦河的东边的土地啊。因的某囝拢伫这个所在会当伫遐住落来啊。哦，啊，剩的支派吼，西边上帝要应允互因，但是还未得到呢。啊，伊着征调因。来，遮勇士来，啊，若要征调你，我爱放某放囝呢，对无？我本来通过安稳的，啊，佮有你有注意到无？爱带着军去，然后行伫啥物所在？头前呢，先锋呢？啊，表示你若行头前，先锋你会拄着啥？性命的危险嘛，敢毋是？啊，叫伊行袂？卖啦，阮都吼安稳伫遮就好啊，啊某囝嘛拢伫遮，啊过来即上尾讲啦，恁若帮战完成了，恁才会当倒转来安怎？哦，倒转来到伊的部分的土地。哦，这若是你的良兄，你安怎？要去无？我日头赤也随人安怎？顾性命啊，阮何况阮阁得着啊，对无？无啦，因伫遮好，阮做伙行，因为因要得到的土地嘛是逐个替因伫即个中间来征战，敢毋是嘛？对无？所以无遐自私啦，所以若自私啊，阮好就好啊，都管待恁，对无？安尼毋好啦，所以因伫迄中间哦，同心合意，所以出伫感恩，好，我甲你听，所以伫遮咱看，这是头一个吼，你要化会行，摩西较早化，安怎化水会简单啊，对无？啊，即马我来敢有法度，但是伊啊试看卖啊，吼好，所以伫遮咱看讲，面临伊进退的选择啦。头一个讲起来，你准备行，行了后，啥物代志会发生？本来逐工吼伫遐，啊等玛纳就落来，烟吞就落来吼。啊，即马圣经来讲，若一开始行，佫有玛纳无？无诶呢？啊，你要行无？
上帝拢甲你打理，拢甲你创好势咧，吼。啊，即摆你若开始行要入去吼，你来靠家己诶，无烟豚无玛纳落来呢，你会无？大家拢无声。你自己想啊，啊，过来开始行，面对咧阿纳族啊，精进咧，啊，修正咧，好毋好？卖啦，我食到遐老啊，佫叫我安尼，卖啦，哦，莫佫母我安尼，好毋好？第二，如果伊若停止无要向前，伊就违背摩西甲上帝的信任嘛。所以你要安怎选？继续行哦，有人这真有勇敢哦。好来，咱继续行吼。后来，所以伫遐伊安怎？伊有种一道的经验啦，因为伊是12个探仔中间一个，对无？哦，转来强要去用雷死啊！对无？伊讲好啦，好啦，吼！啊，逐个10个讲啥？好是好啦，但是你通看，咱都当做草莓哦。啊，气温死啊！你要放阮的这个做孤儿寡妇哦。所以摩西迄时嘛做歹处理的，你知？约书亚学巧啊，你知无？哦，伫遮圣经讲啥？伊暗啊派偌济人，2个哦，较袂十喙九尻川。加话对无？所以伫迄中间，咱看哦，伊就安怎派2个，啊，毋是公开啊！迄时一公开转来，你来看，公开伫遐报告的时阵啊，开好会的时阵安怎？哇，袂使啊，毋通啦，毋通安尼去啊，毋通安尼做啦。所以这吼，约书亚都学巧，然后派2个转来。后礼拜咱会看到探仔拄着啥物代志，安尼好无？所以继续甲看落吼。所以伫这中间，咱讲，甲40年前有相款啊无啦？伊嘛要了解呢，嘛要了解这个军情，这个对无信息啦。所以咱看伊学巧，有种一遍的经验。所以伫这过程中，伊开始变啊，伫遐展现准备，因为你要了解遐的状况，你要拍毋但知影安怎通拍。所以过去40岁，即马80外岁啊咧。所以伫遮伊要勇敢壮胆，无上帝讲你着要勇敢壮胆，这就是甲年岁有影有差别啦。过来伊承担这责任，后来第三吼，好上帝互伊有一个方法哦，啊，这个甲勇敢壮胆最要紧的哦，你要听无？你要甲你的性命主权交互上帝啊无？啊勇敢无？啊，比如讲行，啊勇敢无？哎呀，上帝话叫你安尼行，你要勇敢无？即摆讲你起来，起来头前安怎？有高强大汉的阿纳族啦，要去无？你爱将你的性命交互上帝咧，主权交互上帝，这你讲着顺服啊。你所行的安怎？你袂使偏左偏右哦。咱看第2场的战争，要讲爱城的时阵哦，有啊，伊有顺服，但是全部人敢有拢顺服？有无？若要知影。继续读，安尼好无？哦，已经你若照进度，应该差不多会读到啊吼。昨是读速读1到4章，啊，牧师有甲伫迦南之声讲重点。过来，今仔日是读5到8章，咱先甲快速甲读者，后礼拜吼，咱就几节啊安尼。所以互咱较了解，你行有偏差无？第二安怎？你会想的有要想，还是安怎？记伫壁咧。牧师请恁读到咧读咧，对册皮读甲安怎？册心，有时啊记都读袂完，对无？啊言语咧，是离开我的喙，还是我常常用上帝话来成做我要讲的话，我要求的方向？这是3方面最要紧哦，所以你的行为、心思，甲你所讲的，拢爱安怎顺坦。后壁讲爱成，就出代志啊！若无将上帝话记条条哦，就会出代志啊，就会拍败啊！上帝，你毋是讲互阮拢安怎？来，咱来看安怎？看有英文无？上帝，你要甲我三甲同在啊，对毋对？第2个讲啊。
有你甲我三个同在，无一个人会通伫约书亚头前安怎赢过伊起来掉，所以所向无敌。无这对着会通甲伊比拼啦。虽然遐阿拉伯国强大汉，你看哦，这是上帝互伊的保证甲应允哦。哪会安怎？哪会讲爱城时阵啊？3000多对无？无甲看伫眼内，结果安怎？失败。啊，伫爱检讨啊，所以后壁咱会继续读着吼。所以伊甲以色列人特别吼，一定要成即个迦南罪孽。这是上帝的应允哦。好来记好哦。所以即马就是要退后，你有这蓝图，有这地图，上帝东西南北拢甲讲好好。上帝今仔若互你有一个地界，你会记得若美国吼，因初初咧移民去美洲大陆的时阵吼，因若要土地拢爱家己安怎？好，遐外扩，你看你外走，你紧走偌远，啊嘛走袂转来迄，莫伤贪心好无？所以走插机啊插咧，遐个所在就你的，对毋对？今仔上帝要互你的这蓝图，你愿意起来吗？伫你的职场，伫你的工作，伫你的家庭，你要安怎去摕有迄个蓝图？第二，咱怎准备好势啊？咱做来读来。去营中逐所在，吩咐人民讲，要准备粮食，因为3日内，恁要过约旦河，入去承接上主，恁的上帝要赐予恁的地。你要烧钱要有力无？要有力。你要看烧钱上重要是啥物？粮草嘛，对无？粮草。后壁的即个资源若甲断去啊，头前前线就无法度修正。因伫遮讲准备好，然后粮食传好，食饱，即摆要来安怎修正吼？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伊着爱固守，然后伫爱帮战，较要紧。咱做一个基督徒，你看袂到战争，你着爱安怎有粮食无？你若无上帝粮食能量啊，迄个属灵的美牛来养饲你，你拄着做代志，你就皮出，你就放弃啊，敢毋是对无？所以伫遮咱看讲，上帝嘛甲约书亚讲，你来准备好势，约书亚就开始想，然后准备遮好的粮食教育因伫迄中间来征战哦。第三，咱看讲，伊就讲，这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喙，所以爱每日伫迄个中间来阐述。你爱想吼，上帝用伊的话、伊的策略，你要看如何若到伫后边咱要看的吼，以后咱要看迄个攻亚利哥城，对无？攻亚利哥城，上帝是将军队放伫头前，也是放啥物伫头前？恁当去读，上帝甲一般的军事策略无共款啊，对毋对？若照熬烧战的迄个宪政长老，对不？这军人出身的对吧？你若感觉用上帝这个策略，应该是无通啦。叫祭司啊，光迄个伫遐等下拔布安尼吼，都无咧卖冰淇淋糕对无？但是上帝用伊的话方法，然后约书亚，你要照安尼行无？你有甲我的话放伫心内啊无？所以你甲摩西五经这律法吼，就是咧讲摩西五经的上帝话，你记好。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咱要推动这共读的影片？咱搁看一遍咯吼，搁看一遍。摩西嘛，搁看一遍，搁听一遍。
静哦，你免大家平安，安那听那邀请大家做伙来读圣经，互你的头脑愈来愈精英。咱用上帝话学习来祈祷，两三个人做伙来求讨，除去心中所有的烦恼，互上帝赐福，逐日来报道。兄弟姊妹，你讲好不好？咱若看做好。奉主耶稣的名，大家做伙来宣告讲：阿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嘛。那弟姊妹，互上帝话将做咱新的一年的一个开始。亲像圣经伫遮讲无偏左无偏右，免怎读，免怎做伙读。来，咱来看者吼。这是两三分钟的一个吼，但是有较长的。已经传递这个群众。主，谢谢你，主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第1章1到5节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念一节啊。好，我们读完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要先来看一段的影片哦。我们先回到影片，当时候那个。咱有透过这个影片，你会当伫遮 YouTube 咱会做这连接，你会来看伊实地去以色列拍的片，你去了解。有读完这些的经文然后呢，又看完了影片那我们来想看看在第1章的1到5节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些事件，或是什么样的应许啦、话语啦这样现在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祷告，那我们也一样用 RPG 这样的方式，好不好？可以吗？第一个就是说我要感谢的，然后从这边，我先感谢这位上帝在最近比如说这1-2天比较近的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完之后，我们第二个我们要用一节的经文，用上帝的话语来直接祷告出来，或者是你看到什么上帝感谢你，你是与我同在的上帝这样，好吧？那最后我们再为了自己的需要来求，想一件事情，那公祷的话，我们就是为着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共读圣经让大家有信心、有耐心来读圣经读入在我们的内心让这个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A、B、C、D， 对吗？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谢谢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文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阿门。好，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这样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祷告咱一礼拜中检在你2-3个人、3-4个人做伙读用1点钟的时间，你会通一礼拜选择1天你会通做伙伫遐读平时你家己伫个中间来读所以伫遮咱看讲，上帝话免怎正义到伫咱的生活毋是你家己读你若读足紧就读袂落安尼所以咱做伙安尼3-4个人做伙读若特别为着遮个无道的伫了解安尼信用较无了解时，咱就通陪读安尼所以伫这中间。今日咱看头前的影片，我咧讲迄个主角林立轩这位姊妹读北一女的这个咱来先来看这段影片。一个甲咱无共款，目睭有法通看，因为有人协助，行伊个所在，伊开始会当互伊所学习的，对于少年，对于细汉，老爸老母用上帝话真理伫遐知。特别是用约书亚记甲伊的查某囝，即是你小讲，伊就要勇敢壮胆，无得惊。所以上正面头一个，
来找叫做你真特别，伊无因为伊目睭受限制，伊有上帝话，伊的老爸老母用约书亚记，伫遮甲讲刚强壮胆啊，不要惧怕，就是讲你爱勇敢壮大，毋免惊。所以用上帝话诚做伊检测的人看，伊是特别受限制，但是上帝却使用伊有无共款的才调哦，伊有做这个创作哦，伊嘛伫迄中间真爱透过这个提醒家己，其中内底有一个小胖哥哦，逐人看到伊拢甲讲无共款的负面的话，所以就伫伊的身躯啦搭迄个灰色的、迄个肤色的点点。所以伊身躯差不多拢用打了遮个肤色的点点咯，啊，所以拢无啥敢出门啦，哦，伊后来伊发现有一个律师啊，即个查某囡仔吼，人要甲打迄个歹吼，肤色的迄个点点打，啊，佫落去打来落去安怎？打袂掉，伊感觉足好奇的啦，所以伊甲问，即个查某囡仔讲啊，你都毋莫在哈。第一人对你的看法啦，甲伊讲啥吼，你莫想遐济啦，哦，所以安怎？伊的身躯就无遮个歹吼，搭遮个灰色的点点安尼啦吼。啊，所以即个查某囡仔就甲介绍，佮甲带转去伫迄个木匠即个以来吼，以来就甲鼓励讲，是啊，你是我所创造的真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吼，所以毋免在第一人安怎看你。哦，甲你讲你无好啊，你无才调啦，你安怎佫甲你打者，你就看到家己安尼，你就行袂出来啦。林立轩伊透过透过上帝话，透过伊的父母安怎伫遐鼓励，用上帝话甲朋友用上帝话甲鼓励，伊今仔日无共款，所以伊嘛有真侪遮创作。伊为着即个跳舞的中间设计一个口号啦，这是华语咱做来读来。七彩的梦想是青春最好礼物，一起前行，骄傲自信，青春年华尽情挥洒。伊阁有创作一寡遮个无共款的影片啦吼，有机会咱会通上网络去搜寻啦吼。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上帝透过伊的话来鼓励约书亚，互伊安尼胆行，总是今仔到尾啊，你若看到第24章吼，伊伫遐咧讲安怎，轮到我的家，阮的确要侍奉耶和华。啊，恁呢？恁选择哦，要死啊的时阵嘛爱安怎？哇！佮安尼鼓励语重心长安怎？鼓励遮百姓呢？兄弟姊妹，咱做来读上的地话，准备好势，起来赢得上帝所要互你的应允哦。信心就是奇妙的事发生的一个真要紧的重点哦。所以信心会当互上帝应允伫你的生活中间来承受。第二，起来。你着要准备好势，勇敢壮大。上帝要互你，你敢去体啊无？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来为着咱所要领受的，伫遮来祈祷，来学乐。咱踏出一滴里，无做正经吧。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手接我来，高雅的归来，伊带我行信心的山路，顺境我路，逆境我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我路，逆境我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踏出一滴里，无做真经办，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雅的归来，伊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我路，逆境我路。
阮撒出，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咱行的路，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安排阮当定着，每月擦出。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咱行的路，我欢喜，我欢喜顺咱行的路。搁一遍来讲，我欢喜顺咱行的路，我欢喜顺咱行的路。咱拍鼓将荣耀归予咱的主，咱做伙来祈祷。无论顺境啊逆境，主守住阮信心到野，面对阮所要面对的征战，阮要靠着主你所加添阮开咱赢过，然后也要得到主你所要互阮的应允。你要应允阮的产业，你要应允阮成就的心愿。阮主来说，伫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加添阮到野的信心，互这个应允的记号应允临到伫阮的中间，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请坐。咱要三角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乎你，做你路引到之时，世界明日献乎主，归愿更你万里故。我的主爱你绵连，为着我主做切言，我可也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息。我的声音互你言，欢喜我乐出不停，我献嘴唇来叮当，不拖延来求人。请起立。我的心献乎你，愿出龙潭你旨意。我的在前你受顺，甘愿献你做。祈求，阿门。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阮就有这福分来到圣殿敬拜俄罗你。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搁一届献上阮的身躯，诚做活祭，诚做圣洁。互主通欢喜，阮的心思要更新变化，查验主你善良顺全通欢喜的旨意。我们遵守你的律法，会当无偏左也无偏右。我们即时全然奉献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诚做圣工的路用，求求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即时咧要请由牧师来报告。
不过大声毋知有头一遍伫咱中央做咧礼拜的兄弟啊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伫即礼拜六有6点召开小会，伫5抗议会议室召开，请各部部长即个部区主席的长老伫5点5点咱要来先来看即个预算吼。咱伫后主日咱1月7今年头一遍的圣礼节，请有报名要洗礼即5位即个兄弟姊妹伫5抗议教室来问道理，伫暗时8点。咱的迦南之声甲水讲道，咱的进度读圣经做伙读的进度，请咱来注意咱拢会看伫周报。然后咱第2批登记册因为有会较慢到啦所以伫后礼拜第2批才会通领到册咱逐工有透过迦南之声，咱的牧者每一个人负责10集，阮拢会伫迄中间来准备第1周第1礼拜是较济啦，种速读读较紧过不要紧啦过来第2礼拜了就第1章，比如讲第10到第50几节安尼，过来详细来读所以每一礼拜咱会通做伙伫遮来照进度，透过小组透过咱的分享读经每一个月嘛有邀请曾信的牧师伫线上安怎帮助咱安怎按照因为着咱设计的即个进度安怎来读，安怎来看咱嘛有加添一个好了，可以放你若感觉讲要学英文的啦会当伫遮。And raised in Taiwan, and currently serving in the church and studying theology here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We'd like to have you here to join our new English Bible study class on Monday evening from 8 to 9 p.m. in Taiwan's time. It wouldn't be like any other Bible study class you might think of. Our goal is to grow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and grow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through new eyes. 我们相信透过我们不熟悉的语言，这样来查考圣经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有不一样的看见。同时，透过建立关系，彼此分享代祷，我们能够真正的落实，我们来共读神的话，共求神的灵，真实的经历到我们所信的主是超越时间、空间、语言、文化的神。我们欢迎不同英文程度的伙伴加入，鼓励大家开口来练习说英语。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请到有以英文为母语的老师来加入我们。所以最后，我们愿上帝祝福大家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into the calling that God given you to do。Know that I， 天来靠走，天来靠走，天来靠走，靠出啊！你若感觉英文听了哪像在听落不要紧，嘛有台语的台语的所以英文伫每一礼拜的暗时8点到9点青衫的试运作试看卖台语的呢伫每礼拜5暗时8点到9点这由明文执事来考牧师会伫咧中间来帮助所以你若对台语有兴趣还是讲要学更较好的台语，你会当试看卖所以有这几个时段来帮助咱用无共款的方法方式语言，咱做来读。咱要办法是吧？咱有参加这培育机嘛真正去试看卖所以政府办这个闽南语的能力的认证咱有几位通过这个认证平常时讲了袂歹安尼但是去考试佫无共款的方式咱会当试看卖应该咱若长老会咱伫教会久去试看卖听讲初级的无介困难很难你嘛讲解开了初级的好因要讲因较厉害呢，所以甲你讲较困难，其实莫想甲遐难啦。
来脱口罩。来赞。好，咱拍波来鼓励吼。即马啥物话拢爱认证，你知道吼？有啥物爱有你的 license 哦，所以这嘛是一个以后检查当伫国小，你若有迄个认证，你个国小教台语安尼吼。所以鼓励咱兄弟哦，因为咱若伫长老会台语礼拜学了久吼，其实这你个学习是无介困难啦吼。好，咱的青年的冬令营吼。有对1月26到29吼，咱鼓励咱的村后青年人会当鼓励因参加，就是要咱帮助因提升因的专注啊，当注意甲有执行吼，过来有帮助因安怎去思考管理，这个伫未来高中或高中的108课纲。其实这拢有真侪课程拢会影响哦，咱有即款的看见的，而且这专业的人伫咧中间来帮助这青年人吼。咱会通扫这 QR code 通直接来报名。好，来1月有咱生日的无？1月来请起立。有啦吼。2楼拢无啊？好啦。咱拍拍甲因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拍拍甲因祝福来，咱做来祈祷，活命对你来，才能这个快乐拢是对你所想事。愿主所互阮这个同工兄弟姊妹，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嘛会通伫这个世代伫因所接触人，成做你施恩祝福的管道，互因的生命亲像加利利海，有入有出。有分享的生命，所以因手所做行通顺利，心灵拢得勇健，灵魂体拢形成，祈祷恳求去耶稣圣名，阿免。最后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两遍。照我对摩西的应允，恁的脚踏的过地，我拢要赐予恁。约书亚记1章3节，搁一遍。照我对摩西的应允，恁的脚踏过的地，我拢要赐予恁。约书亚记1章3节。三个人民祝福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因伊所要请伊无书来祝祷。心祈祷了是上帝说，愿恁大家伫新的一年第一主意开始领受上帝恩典，透过伫耶稣基督内底所领受天顶各样属灵福气，要临到伫恁甲恁的家庭。天父上帝啊，继续用你的慈爱怜悯，成做阮性命的盾牌，保守阮出入拢平安，保守阮手所做的拢能行通顺利，也有圣神的同在，互阮会通知你。每一天甲阮相合伫地，也阮照着主你的话来遵守，无偏左无偏右，直到主你过来，愿主你来说听阮伫你面前同心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阿免。
谢。咱今仔礼拜到这，愿上帝祝福咱比出来祝福新的一年，也有新的稳定充满咱。